經典中所傳嘅係真理，有佛嘅聖號，所以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如來舍利之身，係法寶，亦都係佛寶，要心存恭敬，否則誦經不但冇功德，反而有罪過，係輕慢之罪。記住，若虔誠則獲益。如果你哋唔用心，又或者唔恭敬嘅話，修行嘅時候就有魔障。魔王最喜歡人家係做惡嘅，同佢哋相好就係做佢哋嘅魔子魔孫。你哋要修行，你哋要用功咁離開佢。佢當然會想盡辦法找你嘅麻煩啦，但係只要你哋用心，所有嘅魔障，你哋自然就降服佢哋嘅。